純白色大門，一邊有白色嘅入牆式儲物櫃，再加入淺木色地台。玄關位置開闊光猛。樓梯嘅第一級咧，我哋設計成一個 platform， 主要嘅目的咧係因為門口有一個大型嘅儲物櫃，咁啊連埋鞋櫃。咁喺門口業主翻到嚟嘅時候咧，就可以喺個 platform 度坐低啦換鞋。咁另外就係可以將成個設計咧就連貫埋一齊。對面半開放式廚房，上半部分換上玻璃間隔。由外面純白主色轉到廚房裏面改為黑白相間。櫥櫃線條工整，工作台面另一邊以中空設計，以便加設酒吧台同加強同飯廳嘅聯繫。半開放式嘅廚房設計咧，可以令到感覺咧開揚啦。咁上半部玻璃咧，亦都可以有效咁阻隔油煙。中間我哋留翻一個位置咧，就冇做玻璃嘅，目的係想屋主同埋客人咧係可以有一個互動。咁可以煮嘢食嗰陣時方便咁樣，就喺嗰個位置就拎到出去啦。飯廳近窗，選用嘅家私圍繞黑白色。鋪上黑白花紋地氈呢邊，劃為客廳空間，多咗一啲布製物料，增添暖意。呢個複式單位一家3口居住，下層間隔改動之後再冇睡房。由於客廳係比之前嘅面積大咗好多啦，我哋拆咗2間房，咁我哋就想令到個客廳感覺咧就會好開揚啦，同埋有效咁運用晒所有空間。我哋揀咗一張咧比較矮身嘅 sofa， 咁後邊咧就放置一張少少嘅工作台啦，咁可以令到男戶主同女戶主即係大家都可以喺同一個空間裏邊做唔同嘅嘢。淺木色樓梯睇起嚟好似堆砌積木。亦有類似懸浮效果，減低全木樓梯嘅笨重感。樓梯嘅設計咧就冇扶手，咁屋主夜晚上落嘅時候咧就需要有一啲燈光去幫佢上落啦。咁我哋就喺牆上面加咗一啲自動感應嘅燈，令到佢會比較方便啦，同埋安全。另外樓梯底嘅位置咧，咁係一個叫做唔係太好用嘅位置啦。咁我哋就將佢放置咗啲火爐啦、石仔啦，咁同埋一啲特色嘅佈置啦，咁令到佢有一個咧家嘅感覺。上層有2間房，主人房用咗大量黑框配清玻璃做間隔。浴室近一列大窗，提升光猛度之外，亦可以俾屋主更加好享受浸浴嘅時間。係圍繞住想採納更多自然嘅光啦，佢一個雙掩嘅玻璃大門啦，呢一個亦都係令到個感覺開揚啦，同埋望到嗰個大床嗰個位置啦，咁啊令到佢會好舒服嘅感覺啦。屋主返到屋企咧就係一種度假嘅感覺啦。咁喺浴室我哋放置咗個獨立嘅浴缸，另外玻璃門嘅設計咧，咁可以令到成間房嗰個採光咧會提升咗好多。主人房另一邊規劃着重實用性，經過衣帽間可以通往近乎全黑設計嘅書房。由於男戶主夜晚係需要工作嘅，所以我哋就放置咗一個隱藏嘅趟門，咁樣就可以令到女戶主夜晚休息嘅時候就唔會受到男戶主嘅騷擾啦。設計師亦善用上層中庭位置擺放健身器材、燈飾、掛畫等，貫徹黑白主調。